咱刷来要用圣诗547首，圣诗547首。咱这首诗歌要来吟第1节、第3节、甲第4节，第1、第3甲第4节。从游子带甲你同行，甜春雨伞连蕊落冬，有我儿女。查到最江扫渡最后，后主耶稣更高新鲜。第4节，希望的更大就灿烂，就我头前的路开看，求主相思真是平安，我就先为你来活。好，咱今仔日要吟的第3首诗歌是圣诗255首，圣诗255首。咱若大家咧吟这首诗歌的时候，就知影咱今仔要开好会啊啦。嘿，这首诗歌旧年是桂林老师来甲咱来吟诗学乐来甲咱传。迄时阵桂林老师讲吼，这首诗歌你来看伊的歌词吼，是因为当时圣公会内底内部对教育一寡真热烈的、真激烈的讨论啦吼。所以吼，这个史东牧师就用这首诗歌来教示吼，来将这个教义写到这个圣诗内底，吼，这信徒会当明白。其实这个件代志，毋是那桂林老师讲的真客气啦吼。其实这是一个真重要的历史的事件。伊代志是安尼。迄时阵圣公会的南非的教区有一个牧师，叫做柯伦索主教。因为伊的背景是数学背景啦，所以呢，迄时阵呢是就用伊数学的专业，伊就去算伊就算讲在摩西五经内底特别是出埃及记，伊就去算迄个以色列人的人口，因的营地的规模。甲因的队伍的规模等等啦，伊得出一个结论，就是讲摩西五经参考就好啦，是一个传说啦。所以迄南非的大主教听了讲，哇塞，这你讲摩西五经是一个传说哇，这代志真严重。所以迄时阵南非的大主教就甲这位柯伦索主教来免职。柯伦索真不好甲伊讲，袂使。我这任命是英国女王任命我的，所以你一个南非的大主教无法度将我撤销我的职务就对啊。所以伊就一状告到英国去，枢密院，咱知影枢密院是一个行政的司法的系统，所以呢，敢知影枢密院最后的判决是安怎？是史东赢还是大主教赢？大家敢要摇看卖啊？无人要结果是迄个枢密院判这个柯伦索主教赢，所以主教伊会当继续保留伊的职位，也会当互伊有继续伊的教区会当经营落去。即马代志变啊真复杂，就是讲因为这个柯伦索主教去用免职了后，迄个教区大主教一定任命另外一个新的主教啊。咱今仔来看第3节歌词，咱直接看歌词会当对应到伊迄时阵的迄个情境。第3节歌词，谢谢。第3节的歌词，所以你看迄时阵有第4句异端、异端，所以迄时阵主教就认为，这大主教就认为你主教这摩西五经是一种参考，是一个异端啦，所以就该
就甲伊分出去吼。啊，所以迄时阵一个教区就有两个主教吼，所以第是第三句，大家三分二历史的原因吼。啊，所以逐个人外人来看啊，你信讲话就是安尼啊，吵吵闹闹吼，就第一句细人的支持吼。啊，有时拄着了乱，就亲像迄时阵拄着即个状况安尼吼，所以这个史东牧师吼，就照即个第一节的伊成为第三节的歌词，这是一个历史的事件吼。所以咱搁转来到第二节的歌词，吼，第二节的歌词，第二节歌词吼。所以逐国受调吼，咱是爱遵奉即本圣经吼，共生信主来活吼，超越咱想象的代志。有时阵你着爱是用信心去领受吼，用信心去信吼，毋是用你的理智去接受吼。啊，续来咱搁等于到第一节的歌词吼。所以重要的代志先讲吼 ，first thing first 吼，圣血独一的地基是主耶稣基督。毋是世俗的制度，也毋是判决，也毋是女王的迄个，互你的聘书，吼，毋是，是咱的耶稣基督。吼，所以咱即首诗歌，咱来唱第一节甲第三节，吼，第一节甲第三节。虽有世人，虽有世人的支持，有时拄着了乱，有时他给三分你辨明真理一段，请把看出地头前，天空满意完成。心会拢得成，享受安宁平定。感谢主。请大家预备心来敬拜上帝。
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，咱着欢喜，着庆祝。上主啊，阮求你透放阮，互阮兴旺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宣扬你的伟大。做伙来吟圣诗255首，255首，圣会独一的地基，请起立来吟。请咱犹安徛地，做伙额头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心所羡慕，阮来亲近朝见你。早前阮毋捌你，陷落伫罪恶痛苦中，因为天父大怜悯甲恩典，差派独生囝到世间，为阮受苦痛，顶世界为阮付出救赎的代价，互阮独独用信心来倚靠你，哪会当对伊得着我，互上帝称作义，用信心来敬拜、阿罗感谢。阮相信你不只是救赎的主，阁是听阮的主。阮将一切看路伫基督中来交托，由你来透放。引带阮缀你来行，即时阮要照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文，三甲来出声。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伫遮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子，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若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
无伫传说七字，就愿判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拢是老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妹，请坐。请咱掀开圣诗后面启应文第9篇，启应文第9篇，诗篇第24篇。咱做伙来启应。第一甲第2章的万米拢属上主。伊甲地放伫大海的顶面，啥人会当上上主的山？就是手清气、心纯洁。这款人会受上主祝福。这款人祈求上主，城门啊，着拍开；荣耀的君王要入来。这位荣耀的君王是甚物人？伊是必尽百姓的上主。城门啊，着拍开。荣耀的君王要入来，这位荣耀的君王是甚物人？伊是荣耀的君王。做伙来吟圣诗133首，133首，信徒就来吟诗，请起立来吟。坐，咱即马做伙来祈祷。阿罗独一真神，创造万物主宰，至权至尊至圣，荣光尊贵无退，恩典疼痛极大，阿罗称颂无煞。阮感谢你赐落喜乐平安。
互阮虽然拄着试炼烦恼，你甲阮坚固；有时拄着风烟危险，你做阮帮站；有时拄着病痛忧伤，你甲阮医治看顾。当阮受你引带，自即伫遮，恳求你，互阮帮站，通过牧师传讲的信息，互阮搁较会明白真理，灵命勇壮，互阮搁较和睦相听，搁较有气力来跑走人生的道路。同心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三角来公读圣经旧约以赛亚书52章第1到第12节。旧约以赛亚书52章第1到第12节，请咱注意看，听我来读。醒起来，着醒起来，色眼啊，着坚强，着穿水的衣服。圣城耶路撒冷啊，对当以后无受割裂、无清气的，袂阁入去你内面。耶路撒冷啊，将土粉盘迄角，起来，坐伫王位。恁遮个受掠的锡安的子民啊，抛开红棍的锁链。上主安尼讲：恁互人卖去的时，无收到价钱；相款，恁得到自由，嘛毋免付赎金。至悬的上主阁讲：大起先，我的子民落去埃及寄居，后来亚述人甲因欺压，我的子民互人掠去做俘虏，无收到价钱。伊管辖因的人甲因发来发去，规日得侮辱我的名。但我要采取行动，因为安尼，伫迄日，我的子民一定会捌我的名，搁知得讲话是我上主。恁看，我伫遮。第7节，盘山过岭的，得宣告和平，传好消息的使者，因的脚迹偌尔水，因宣告拯救，对西安讲：你的上帝做王统治啦！听你的守望者得出大声，齐声欢喜唱歌，因为因要亲目见证。上主倒转来锡安啦，荒废的耶路撒冷啊，就大声欢喜唱歌，因为上主有安慰伊的子民，伊已经救赎耶路撒冷。上主已经伫万国的眼前显出伊神圣的气力，普天下的人拢会看见咱的上帝的拯救。第11节，就离开，对巴比伦出来，毋通捌着无清气的物。恁遮会跟上主起居的人，就对巴比伦出来，要洁净家己。毋过，恁毋免赶紧，毋免着急。恁毋是得逃命，上主一定会伫恁头前带路。以色列的上帝一定伫后面保护。下面要请阿萨诗班用诗歌带领咱敬拜，因要唱的诗歌是《至大救主愿你带我》。
这时，请黄春香牧师讲道，题目是“谢安娜起来欢呼”。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，愿上帝恩典，甲咱每一位三个弟弟。今日24班通过这首《至大上救主愿你带我》来带领咱敬拜。这首诗歌是威尔斯的圣诗。这首诗歌用旷野旅程来描写人生，也是讲描写一个族群。因伫遐祈祷、恳求上帝带领甲保护。这嘛反映出信徒倚靠上帝恩典的心境。那亲像咱咧读到以色列人受掠到巴比伦，因今仔日咱所读到的经文，已经要出这个巴比伦，因要经过旷野，因所迎旨来是一场新的出埃及，所以恳求上至大救主来带领。咱今仔日也要来召开会员好会，一方面要感谢上帝过去一年的带领，咱今年教会也进入设教130周年。咱咧面对世界一个艰难的局势，咱该亲像这首诗歌同款，恳求至大救主来带领咱头前的路站。今仔日所读到的经文。这个经文是甲顶礼拜用牧师的传讲的信息51章开始到52章，迄是一个连续的一个描写，通常互人称作流亡中的新的出埃及。这个新的出埃及，毋是咧讲重复过去的故事，乃是咧宣告讲上帝过去安怎带领因的祖先。今仔日上帝有缘会带领人民得到讨棒，得到自由，来离开巴比伦。这是一个新的出埃及的事件。到伫这个今仔日所读到11节到12节，迄是这段经文的高峰。伊遐描写到的，毋是一个单纯安慰的话语，乃是要来指明出巴比伦，你需要。离开，你爱行动，所以这场出巴比伦的艰难，其实讲起来，毋是地理位置的移动，因为受掠毋是空间的移动。表面上看起来是空间无同款，但是实际上是一体人的心灵，你敢有得到讨棒？还是讲你继续伫迄个受掠的控制中间、惊吓的中间，到底是惊吓还是望？到底是要做落来降服威权，还是有勇气来争取自由尊严？这是你爱去做的选择。所以这段经文毋是写予遐已经伫自由所在的人，毋是，伊要写予受压迫的人。甚至心灵受到束缚的人，信息咧甲咱讲，你着爱安怎？爱醒起来，爱醒起来。所以第一章的这个宣告，这段经文的宣告，上帝已经采取行动啊。但是人民犹原伫巴比伦的统治威胁的下面，因的故乡犹原是偏远，所以因到底要回去？还是要留伫原所在，这对因来讲是一个真大困难的选择。都是伫这款颠倒蒙渺的处境下底，先知伫遐宣告：醒起来，醒起来！意思讲莫阁等啊，因为醒起来了后，最后到第11节咧讲起离开，离开。所以先知伫遐咧宣告。其实整个历史还未结束以前，上主犹原的行动，人民虽往犹原伫受掠的所在，但是因受呼召爱重新徛起来，行往迄个上帝已经备办好势，得到讨棒，离开巴比伦，得到自由，新的出埃及的路。咱先来看第1节甲第6节，这个叫醒以色列人
一体爱醒悟起来。第一节用两个真强烈的动词来讲起，讲醒来、醒起来、醒起来。伫这个希伯来文的中间，伊连续用两个动词命令啦。这个连续的动词命令，其实就喺讲起真赶急的意思，因为这是犹太人因的语言的习惯。要紧的代志，因会讲三摆，现在、现在、现在，这就是即成的意思。那讲两摆的动词，意思讲这个是一个真要紧。先知的心内伫遐哪火热，伊伫遐看到受掠的百姓，无愿意觉醒，又愿要做奴隶、做奴才，所以伊伫遐心内迫切，伫遐咧话讲醒起来，又醒起来，所以就是要来唤醒这受压迫的人，爱觉醒起来。特别咱爱知影。伊所讲的对象，毋是对某一个个人来讲，原来是对整个的耶路撒冷锡安。耶路撒冷锡安，而且代表所有的上帝信仰的群体。所以信仰，咱毋通将伊个人化。先知嘛，毋是要某咪人传讲，伊是要来全体来传讲，讲醒起来。这是一个一体的呼吁，毋是看到咱个人心内的感受迄款的问题。咱先来看第一节甲第二节，先知伫遮毋是讲啊，搁忍耐一下啦，情势会改变啦，伊毋是讲这，伊嘛毋是甲咱讲啊，环境改变吼，啊咱就会当自由啊，伊嘛毋是讲这，先知伫遮伊用7个动词。这个命令，会甲以色列人讲，这个真要紧，醒起来，醒起来！我来安怎？要坚强，要穿水衫，要将土粉换迄角起来，坐伫王位，偷开暗棍的锁链，拢总用7个动词来呼吁这以色列一体的民族。这对先知来讲，这个7个动词，7就是完全的意思啦。意思讲，今仔日咱爱行出去啊，莫搁等啊，爱醒起来。有当时咱也看到咱台湾过去咧行民主化的运动的时阵，有的人思考搁安怎留伫过去威权统治的下底。我会记迄当时民主化的时阵。阮到伫迄个雍正庙伫遐，伫遐坐的时阵，嘛有人讲啊，莫去，会危险啦，会危险。已经戒严安尼，但是头壳安怎还未戒严？这就是今仔日以色列人因面对的这个问题。先知伫遐用7个动词伫遐讲，紧的啦，紧的啦，恁着安怎爱伫遐？搁穿水衫，啥物叫穿水衫啦？因为落咧，敢有水衫好穿？无啦，落咧，伊是一种你的主人的财产。所以当上帝伫遐讲，你着穿水衫的时阵，迄是一种恢复自由，迄是一种亲像对家奴讨放出来。你着无安怎，无搁穿做奴隶的衫啦，你无搁穿家奴的衫啦，你爱穿水的衫啦，因为上帝要安怎办一场宴席，要邀请你来参与这个宴席。若是耶稣会甲咱讲，这叫天国的宴席。你已经得到拯救啊，你已经得到讨放啊，你应该爱穿新的衫。这个新的衫包括是观念的改变。你像这咱看到，才有一个真关键的处事，上帝的改变，伊毋是先改变外在的环境，伊要改变啥物？
改变人的心灵，毋是外在做努力，是你的心灵爱得到透放。巴比伦幽原之地，这个压迫幽原之地，帝国压迫的系统幽原还未放弃，但是上帝会对这人民来讲起，你无过是奴隶的身份。这就是为什么先知伫遐讲爱将土粉拌迄角，爱拌拌的，因为过去因做奴隶，亲像互人踏伫土骹，身躯拢是土粉。奴隶做工，敢有时间，互伊的身躯清气？无啦。但是先知直接讲，爱将迄个土粉拌拌的。拌拌的，就是安怎对涂骹底重新徛起来。搁讲到偷开暗棍的锁链，这拄拄的宣告啥物？不义的统治是无合法的，不义的统治是无合法的。今仔日这段经文是对遐幽原活伫宋乡压迫、歧视的这个百姓的中间。这段经文，咱来注意后壁有一个细节，这7个动词有一个要紧的目的，讲咱安怎爱维持这个清气。所以经文内面咧讲，无受割礼、无清气的人，袂阁入你的内面。这听起来哪亲像是以色列人因要进入圣殿。迄款的这个敬拜，但是搁较要紧的，毋是这个问题，毋是宗教上的清气，而且伊讲拒绝迄个无清气，因迄当时搁伫巴比伦，所以你爱知影，迄指的无清气是啥物？无割礼是指遐统治者，无清气是指迄个不义的帝国，你无应该继续互迄个不义的帝国。伊的束缚将你污染，你无爱搁互这个锁链束缚你的性命。所以上帝意思是讲起来，将衫换换的，身躯的土粉拌拌的，因为你无属伫不义的统治者，你是上帝国的子民，所以就爱觉醒，爱觉醒，追求公义、自由，这是这段。这个2节的这个诗歌所带来，煞只咱来看迄个第3节开始，其第3节到第6节是一个散文啦。迄个口气变换，那亲像起来对人民讲，其实你敢知影，代志毋是你想象的安尼。为什么先知会安尼讲？代志毋是你想象的安尼。因想象讲啊，我今仔日做奴隶安怎是互人卖去？但是第3节，一甲遮个受掠的百姓讲，恁互人卖去的时阵，无收着价钱，因为古早时阵受卖做奴才，代表你是一个商品，你有价销，爱卖互一个主人。奴隶卖是有价销的。但是伊今仔日敢是互人受卖做奴隶？毋是啦，因是去互土匪抢去，土匪敢会付钱？土匪袂付钱啦。巴比伦帝国就是即种邪恶的土匪。今仔日上帝伫遐咧讲起，你受卖，毋是因为你属伫啥物人的，你受掠是因为对方是土匪啦。换一句话，压迫你的，伊无有合法的所有权。若是奴隶受卖，迄个安怎？卖的时阵爱拍爱写呢，真正是袂掉。但是土匪来，袂含你讲遮的。土匪来检查怎会含你签和平协议？但是安怎签的就甲你拆掉，敢毋是？迄香港人甲我讲。说牧师啊，你知道吗？97之后，我们有中英联合声明啊，搁去联合国伫安怎公正啊？
但是反送中的时阵，中国的政府安怎讲？那只不过是一个历史的文件，无效啦。你敢袂当去甲人拍客哦？拍客哦，讲好啊，结果讲啥？啊，这是历史文件，迄当时签的，今仔日拢无准算，敢袂当安尼？其实袂用的嘛。所以先知伫遮是要互遮的百姓知影，土匪因无甲你付钱啦，恁观念爱改，因是土匪，恁受掠做奴才，毋是合法的。所以压迫你的人，伊无合法的所有权，所以宣告讲，恁无属伫巴比伦这个压迫的帝国。咱来看第4节，会讲起大起先，我的子民落去埃及寄居，大起先，因落去埃及的时阵是安怎？敢是人压伊过去的？毋是呢，因是选择去埃及，因为饥荒的年，所以因去埃及伫遐避难。迄是对迄当时来算是600年前的出埃及的历史。后来亚述人甲因欺压，这差不多迄当时的100年前。所以先知也是讲以赛亚书的作者，伊毋是凊彩转的，伊是咧讲起咱转去看历史。600年前的出埃及，100年前伫亚述帝国的侵略，但是恁来知影，今仔日的处境毋是第一遍发生，恁嘛毋是第一批受帝国压迫的人，恁也毋是第一批受掠到伫别所在做奴隶。恁爱知影，恁是啥物人？所以伫现代中国译本的中间，伊照原文的翻译讲，我的子民互人掠去做俘虏。现代中文的译本又加上一段文字，这是为着要互读者搁较了解。伊讲现在伫巴比伦发生的事，同款发生。所以这其实互咱知影，这叫啥？重演埃及模式啦。所以今仔日伫巴比伦因所拄着的，因需要有一个新的出埃及。今仔日的巴比伦等于是摩西时代的埃及，后来的巴比伦，搁较成做一种邪恶帝国的模式。咱若读到伫启示录的时阵，启示录的作者安尼讲，讲巴比伦是安怎大淫妇，意思讲哦，罗马帝国的压迫，伊就安怎亲像大淫妇共款。咱若看到圣经内面，伊拢是咧对抗极权，这是一个真要紧的人物。咱是要行上帝国，但是这个世界要将咱由去降服伫极权的帝国内面。你若愈读圣经，你就会通愈了解，圣经是要引带咱行上帝国。耶稣伊讲。伊来到世间的时阵，讲上帝国本啊，耶稣无传家己呢，耶稣是咧传上帝国。上帝国是要互人得到透放，互这个世界有自由、有尊严。伫这段经文嘛，互咱知影，上帝毋是健忘的上帝，伊会记得，伊会记得过去人民伫埃及寄卡的时阵。伊会记过去因受压迫，但是上帝搁较要紧，伊会记得伊伸手将遮的人民受压迫的人民带出来。所以当以赛亚讲着出埃及，伊毋是咧怀念过去，伊是要互人民知影，过去曾经咱所恳求的迄位上帝，伊捌压剪。这个枪，伊捌压战经，伊捌带领人民行过红海，
伊有缘现在伫历史的中间，有缘行动。讲较清楚一点啊，帝国敢若是换名共款，苏联昆北换另外一种的形式，但是咱的上帝有缘安怎？伫世界伊无失踪，伊有缘的实行伊的拯救。这个帝国的名过去是埃及，现在是巴比伦，到伫耶稣的时代是罗马帝国，现在21世纪敢阁有帝国？有啊，极权独裁的帝国有缘存在。帝国伫咱的时代不断的换名，但是伊所带来的捆绑有缘存在。咱的上帝是历史中间对抗邪恶的神，咱嘛要经历一场新的出埃及的历史。所以弟兄姊，出埃及毋是讲一暝就安怎就发生啦，伊是安怎一层一层一个时期一个时期。咱来看到上帝通过10个灾难来互法老降服。迄毋是一暝所变的，迄已经是安怎一个时段一个时段的发生。今仔日上帝有缘要一步一步带领世界所有受束缚、受压迫的人民，行出迄个不义的统治，行往真正的自由，会通有尊严。煞者，咱来看第5节甲第6节，遮所描写的。这个描写有3个大逆转。第一个是这个第5节遮所互咱第一个是第3节，很多已经读到的，讲恁得到自由，毋免付赎金，毋免付钱，这是第一个大逆转。会讲起恁毋是商品，恁毋是奴隶人，恁今仔日是安怎，互迄个无公义的帝国土匪掠去。但是今仔日上帝安怎要甲因讲？你要离开，无阁需要互因任何的物件。第2个大逆转是第5节，迄个第5节咱做阵来看，先知安怎讲？当我要采取行动。这句话真特别，就是讲上帝无要等啊，伊要采取行动啊，这是一个真关键。因为因受压迫的历史要终止啊，统治者随风摇摆，伫遐来压迫这个以色列人，但是上帝伫遐讲，伊要采取行动啊。这个采取行动，然后会讲起上主的名。上主的名，伊要用伊的名，要互我的人民嘛会通捌我的名，这是第6节的这个大翻转、大逆转。讲我的子民一定毋捌我的名，这毋是口号，毋是一种宣传，因为这个人物亚当，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一种关系的恢复。上帝要甲因恢复迄个关系，这个关系嘛是安怎？你爱做一个，咱讲堂堂正正的安怎人啦，毋是中国人是人啦。你爱做一个人，伫上帝的面头前，正正是上帝的子民，这叫做人物。恢复对上帝的人物，恢复一个人的尊严。所以伫遮，上帝讲。你若真正捌我的名，你就安怎？你会愿意参与加入这场的反抗极权的运动。煞者，咱来看第7节甲第10节。第7节甲第10节有4个角色。第7节安尼讲，讲安怎？讲有这个。搬山过岭、宣告和平的使者，传好消息的使者。迄个传和平的使者，报好消息的使者，报好消息，啥物叫报好消息？以前战争的时阵吼，
那阵营前锋阵营的时阵，会安怎有报马啊？伫遐传消息转来，赢啦，太赢，阵赢。咱咧看迄个新约圣经的时阵，伊是用Evangelion是福音的意思，是好消息的意思。什么时阵才用Evangelion？就是罗马帝国去战争，战赢了后，伊的迄个报马仔就转来啊，开始报转来讲Evangelion。但是真正的胜利，毋是战争的胜利啦。圣经新约圣经甲咱讲，耶稣基督的出世，伊也讲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，今仔日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，这叫做好消息。所以伫遮讲起迄个好消息，暑假报好消息，其实就是安怎报上帝战赢啦，是一个平安的好消息，因为宣告上帝做王，毋是巴比伦王做王。恁无应该继续降服伫巴比伦王的手下，你今仔日应该安怎？伫遐听到这个好消息的声音，上帝做王啊！一方面是报马仔转来，另外第八节讲啥？一个守望者，一个伫对城外走转来，守望者伫城内嘛，悬悬的所在伫遐看，哇！迄个报马仔。伊冲转来，迄是欢喜的面容，所以固守的人伫安怎远远看到迄个使者欢喜轻快的脚步，所以就那亲像亲目看到上主已经安怎转来锡安啊。所以无论外口步转来的使者，无论是徛伫城墙顶的守望者，因伫安怎欢喜。因为因看到上帝已经的行动啊。第三个角色，伫遮第9节咧讲起耶路撒冷。这个耶路撒冷是一个城，它会变成做一个角色。其实希伯来文的城拢是阴性啦。咱头前有读到讲锡安女士，锡安就是指耶路撒冷。所以耶路撒冷伫遮其实就是咧讲。遮的女士啦，锡安的女士，伫战争的中间，啥物人上艰苦？囡仔啦、妇人人啦、肉体较困苦的人，这拢是真弱势。所以耶路撒冷这个锡安女士，伊伫遐怎嘛看到圣经内面讲安怎，对迄个废墟的中间得救，欢喜出声唱迄个欢喜的诗歌，这是第三个角色。第四个角色，第10节讲啥？上帝家己啦。咱来看第10节安怎讲？讲上主已经伫万国的目睭前显出伊诚实的气力。这个诚实的气力，这是咱的翻译。原文的意思是啥物？变手软，变手软。你啥物时阵会变手软？你就是要做代志的时阵会变手软，对毋对？上帝安怎变手软啦？变手软要创啥？你若讲要含人压手把，我嘛是安怎手软爱拗的，该当怎含人压手把？这就是咧讲即句话啦。上帝变手软，显出伊诚实的气力，毋是要压手把啦，是要来拯救啦。所以。这段经文咧，甲咱讲，上帝救赎，上帝要互人得到讨棒，伊毋是安怎偷偷啊行动呢？毋是啦，伊是安怎大显身手？这是上帝出手啊！上帝出手啊！接着咱来看11节甲12节，这2节的经文咧讲啥？要离开，要离开。敢会记头前我讲的？动词用2摆，意思讲真迫切、真要紧。伊讲要醒起来，醒起来。啊，遮讲啥？离开，离开。拄头前叫人爱醒起来，醒起来了后，爱安怎？爱有行动，所以离开。所以这真清楚，
徛起来无够，你爱离开。在一节的经文连续出现6个动词，这6个动词是啥物？着离开，着离开，出来，唔通目着，出来，这个结晶。所以有6个动词在一节，所以互咱看到，咱的信仰有当时吼，灵修啊，真正休气啊啦，无去行动啦。灵修的目的是爱有安怎采取行动。你看到无公义的代志，你爱采取行动。所以离开巴比伦，回归耶路撒冷，你爱有行动。这个巴比伦毋是干那地理位置的无共款，你是爱安怎生命都要改变，灵性都要改变，搁爱有行动。但是伊的回归毋是一种军事行动，乃是一种信仰的行动。所以伫遮的画面，毋是讲到战争，毋是讲到刀剑，是咧讲啥？你爱更圣殿的器物，更圣殿的器物，这是一个圣洁的游行。因为它不是叛逃，因为安怎土匪甲你掠，你毋是叛逃，咱是安怎实际上真正要离开这个巴比伦。所以，兄姊妹，离开巴比伦上困难的，毋是所在无共款，乃是因安怎过去伫巴比伦受洗脑啦。所以帝国上厉害的所在，毋是铁链啊，乃是互你掠准，无伊你活袂落去啦。所以，迄个洗脑对帝国来讲是一个统治的手段。我以前捌看一个影片，迄个影片吼，讲一个农场，中插一支棍拔一只牛，就安怎？互伊伫遐洗啦，食遐个草啊。所以迄个草啊食一个圆。但是安怎？迄个棍久了后已经凝去啊、松去啊。迄只牛安怎？共款洗圆的，伊袂走去别所在。这就安怎？亲像做奴才共款。我已经真习惯啦，互人统治了习惯。极权免做啥物，我就安怎自我审查，敢毋是？咱今仔日真侪时阵是安尼。伫台湾，咱嘛阁惊讲，我安尼做吼，万不幸中国会对我安怎无？这拢是一种自我审查。中国安怎长臂管辖，管到台湾来有无？前一站我毋知咱有看到新闻无？应该是1月初的时阵。有一个香港人伫迄个北投遐吼，开一个迄个拳击训练的所在，叫人破油漆无？破油漆了后，来2个人破坏了后，就安怎就转去啊？后来当然农委会有出声讲话啦，这就是中国安怎长臂管辖来到咱中间，有无？咱来看到咱台湾有诶立委，伊就安怎？甲列为通缉犯呢？哇，这拢是一种啊！伊即种的，你若无去甲解破，你就安怎？你的头壳就犹原安怎？亲像受洗脑共款。所以帝国上厉害的所在，毋是铁链啊，是互你安怎惊吓。所以出埃及的过程的中间，圣经内底讲出埃及过去是安怎？紧食紧束腰咱咧做这个胖，毋通安怎？毋通去发，爱食迄个无夹饼，因为安怎？无时间啦，爱紧出发。但是伫遮新的出埃及无共款啦，伫遮爱讲起，恁着安怎？爱跟圣殿的器具，恁慢慢行，毋免着急。你毋是咧逃亡，因为安怎？上帝会伫头前带路，上帝阁会伫后面甲恁保护。
好，咱来看今仔日这段经文带予咱什么要紧的信息？我想用2项甲咱做阵来分享。第一项是要互咱知影，咱的信仰毋是道闪这个现实，乃是爱需要一体的觉醒。伫这个放弃的这个废墟的中间，永远会咱徛起来，固绝伫这个压迫的这个身份啦。过去咱台湾人拢会讲啊，台湾人都无高人，敢真正是安尼？因为咱的高人二拢死去啊，敢毋是？咱毋通阁讲咱台湾人无高人，因为觉醒无阁做落在迄款的觉醒，这是真要紧的。人民有冤话伫巴比伦，但是先知伫遐讲，恁爱安怎先觉醒起来？觉醒一项代志，不义的统治是无有合法权，无公义的统治是无有合法权。这其实甲咱台湾历史是共款，甲咱的现在是共款。敢有真正的统治的合法权？这嘛是这几年以来，咱的社会学界啦等等一直在讨论的，到底安怎？旧金山合约会讲啥物代志？为什么这几年来，足侪国家会挺台湾讲2758号的决议案是无效的，毋是针对台湾。但是咱过去受洗脑，拢感觉讲啊，咱就是安尼。所以，这个治理合法权是啥物？这个是咱现在的台湾，甚至未来，咱要真紧拢会去面对、爱去思考的代志。先知伫遐甲因讲。迄个不义的统治者无有合法权，恁毋是做奴隶受白来到遮，恁嘛无摕着卖的钱，恁是啥物？恁是土匪甲恁抢来，所以今仔日恁爱离开，恁要付钱互因，不用赎身啦。这就是这段经文所要带来要紧的信息，所以觉醒。是一种属灵的行动，嘛是一种政治行动。因为对抗极权，这就是一个政治行动。所以醒起来是一个集体有绝帝国的洗脑，找着族群的身份认同。我是啥？阮是啥？这是一个真要紧的。咱台湾的这个。民主的觉醒、社会觉醒，也是讲教会觉醒，这拢真有意思。你也去研究台湾的历史，你会去看到遮无共款时期有无共款的觉醒理解。啊，教会觉醒要对当时来算起，当然有人算讲，伫这个台湾宣教100年的时阵，迄当时一种觉醒。因为迄当时，长老教会被打成安怎？中共的同路人，迄是设到100周年的时阵哦。啊，咱的觉醒到伫当时，甲国继续，其实是美丽岛事件啦。迄个长老教会集体的公共的觉醒，是1979年美丽岛事件了后，因为安怎？因为高准明牧师受掠了后，逐个人伫遐讲太有这个代志，毋干那安尼，柯天贤牧师一直教伊，一直教会圣诞赞美礼拜的时阵讲道，甲徛去，就安怎，就互迄个敬众的掠去，哇！一声。嘉义中会摇起来，长老教会出来抗议，所以你甲看，这是一种对敌极权的一个对抗。咱今仔日是爱行往一个上帝国，咱所期待毋是一个地面上的国家，咱爱用上帝国来起造咱所徛起的国家甲社会。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。
甚至伫遮，互咱看到，迄个7个动词是啥物？讲爱醒起来，醒起来，将你身躯的即个营养甲盘盘的，爱挣脱迄个锁链。当咱行往一个上帝国的方向的时阵，有上帝国的新的价值、新的国度，也毋望伫咱台湾，伫世界各所在的，拢会通安怎有上帝国做咱共同的目标。第二项要紧的信息是要互咱知影，真正的自由需要离开，爱有处事有尊严，离开压迫者的洗脑，离开巴比伦上困难的，毋是出迄个城门，出去城门，但是安怎头壳悠远，留伫巴比伦，压迫久了后，受压迫，将迄个压迫者的声音当做家己的价值，当做家己的声音，这是非常可怜的啦。有人离开受压迫的中国，来到自由的所在，但是安怎头壳安怎搁伫中国迄套，有无？就那亲像有人咧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，迄个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安怎讲？第一句安怎讲？起来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。即句话真好，但是安怎？却是头壳永远是做落嚟啦，无得着头壳。所以离开巴比伦上困难的，毋是出城门，是你的头壳爱得到透房，爱得到自由。所以也因为安尼，上帝刻意甲因讲，毋免着急，毋免逃命，因为这毋是逃命，迄是一场有尊严、有仪式的、有方向的离开。是上帝头前引带后壁保护人民，毋是安怎会逃难啊？伊是要找回家己的自尊，伊的做人的尊严。这款的信仰，这需要有长期的操练，学习无搁瓦靠迄个无公义的统治，用上帝国的价值建立咱生活新的处事。这是非常要紧的。当南非结束迄个种族隔离政策了后，迄个图图大主教伊主持真相与和解委员会，伊深知推翻这个不义的制度，这是第一步。上困难的是啥物？上困难的就是心灵的问题，人的怨愤、报仇。甚至惊吓，所以伊一再咧强调，无有真相就无有真正的自由，无有尊严就无有真正的和平。所以伫以赛亚书咱所读到11节到12节的精神，上帝爱因安怎？毋免惊吓闯荡来离开，因爱安怎有处事行往一个新的新生命、新的国度，毋是用旧的帝国的方式来起造因的社会。毕竟，若离开巴比伦，却将巴比伦一起打包带走，安尼敢若是安怎流亡的所在，敢若换一个所在而已啦。所以咱看到为什么有的人已经来到伫台湾自由啊？伊搁伫遐恐吓台湾人，有理统一等等。这自由的世界，人是真和平、真客气，还会当用迄个武力来恐吓别人。你的厝边若带一个流氓，不时甲你恐吓的时阵，你敢会去报警察？我想你会去报警察嘛？对不对？世界嘛是需要有维持迄个秩序。警察吼，若无有武器，安尼伊流氓土匪就安怎含伊拼呢？所以咱台湾
有感而发啦。最近的国防预算，这个部分其实，那国防预算无要紧，安尼警察局关关，较袂有土匪，敢是安尼？我想毋是安尼。先知要甲咱讲，恁着安怎头壳爱较转变。你离开巴比伦，结果你将巴比伦迄个头壳做阵带走，无真正偷放。先知互咱知影，人类的历史还未结束以前，咱的上帝有缘行动，咱受呼召要参与这场新的出埃及。那亲像耶稣来到世间，伊嘛是要甲军队伊的人讲。上帝国军啦，上帝国军啦，伊毋是要建立一个罗马帝国的附属的国家，伊乃是要行往一个上帝国。愿上帝帮助咱，通过圣经更较明白这个偷放的意义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。你互锡安的人欢呼，是因为主你要互因得到透放。阮来恳求上帝帮助阮，互阮会通得到透放，人人会当得到尊严。阮要所起造的，毋是世间的国家，阮要起造的是用上帝国的价值所起造的新世界。愿主你帮助阮，互阮明白圣经的意义。祈祷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免。做伙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，圣诗547首，圣诗574首。求主带我甲你同行，请起立来吟。请坐，这时咱要为下面的事项来祈祷。第一，为着今日会员好会的召开，甲仰望上主；第二，为着快速变迁 AI 时代，会当有信仰的智慧；第三，为年轻世代，会当伫信仰中建立促进上帝国。即马，请咱三甲出声，同心来祈祷。
这时，请王雅玲执事带领咱做结束的祈祷。听阮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调集正今日今仔日做伙来参加会员好会。阮求你的信心亲自带领，互阮有合意的心甲智慧的眼光。愿即届会议，毋是以人的意思为主，是要互阮看见你对教会的旨意。求你保守顺利，互每一项决议拢成做教会复兴的基础。但有的主宰啊，即马世界的科技进步真紧 ，AI 智慧改变生活。求你赏赐阮人民的智慧，互阮伫变迁的时代中无迷失方向。互阮知影安怎使用科技来荣耀你，同时保守阮的心，知影只有你是真理的源头。求你帮助教会成做时代的方向，用无变的福音去面对万变的世界。听阮的恩主，阮特别为少年的一代来祈祷，求你互因面对压力的时阵、迷惘的时阵，做因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求你坚固因的信心，互因接受信仰，搁较成做活泼的见证。愿你用信心来照顾因，互因有勇气甲智慧，伫逐所在实现上帝国的公义甲和平，成就宣教的使命。愿你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这时，咱来奉献。请大家起立，用奉献诗做咱的祈祷。请咱掀开手部，通知事项。第一，礼拜后召开2026年会员好会，请兄姐出席。第二，后礼拜2月8号
举行献礼典，请准备心来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恩赦。第三，欢迎参加拜五守护台湾基督会，同齐为上帝国代祷。第四，教会准备红包乐啊，后礼拜欢迎来领取。第五，2月17新春清明礼拜，敬请兄弟全家斗阵来敬拜上帝。第六，本会当会中姊妹推动228期间佩戴台湾228笔盒胸章，近期欢迎免费来摕。第七，公益对天降落228事件79年纪念相关纪念行动、纪念礼拜甲讲座，欢迎参加，甲受苦的人同受苦。第八，台湾新学院要伫济南教会开课，伫2月23开学，欢迎兄弟报名参加。第九，本会甲台湾基督精兵合会合办2026爱的练习室婚姻成长团体，对5月到10月每个月聚会一届，欢迎已经结婚甲今年要结婚的人报名参加。开会消息：今仔日会员好会了后，伫203教室召开小会，请小会员出席。其他教界消息：大道事项顶周的奉献，本周的聚会以及事奉者安排，请咱家己看。即马请牧师介绍甲请安。我伫遮先来补充一项，咱今仔日会员好会的召开，咱在职会员是425人，不在会员甲请假是219人，应该出席的是206人，咱今仔日实际出席的是144，所以咱宣告这个会员好会成立。伫遮来介绍咱中间的来宾，对于美国服务者教会转来Lisa， 毋知坐段。欢迎，咱拍拍来欢迎。伫遮嘛看到真侪新来朋友啦吼，咱彼此请安，愿上帝施恩赐福伫咱中间。做伙来吟诗，圣诗390首，390首，阿罗天父，万福本源，请起立来吟。吟诗煞，请吴春生牧师祝祷。愿上帝平安搬过一切人所想会到的，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、恁的念头。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迄位上帝极大的疼痛，与圣神的相通，甲恁众大家三个伫地，对即是到永世代无尽。
阿门。请坐，灭岛闭会，请大家率只参加会员互会。互咱休困5分钟吼，生活就当换衫，咱会当去后壁吼有地饼花，会食一寡物件嘛会用的。5分钟后，请咱搁转来到伫大礼拜堂内面，咱就准备来调开